捌一年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比酸甲蜜甜。大江的呜，爱下落雨，做伙来呜，音乐才有。大家的呜，音乐唱舞，换你来呜，做伙跳舞。伊是日是双水，我留下切八点。我熟悉，记录是落是你记住咱来老的节目。做伙来，各地各种也是错，搞看让人知。一定吃海产，我要小摇滚爱你来。哎呀呵，你敢知我的忧愁？算音乐，阮感觉真欢喜，真快乐。出社会了后，阮就持续咧玩。想要听恁的歌，甲恁讲话，咱查下先。第一届演出的时阵，主唱足紧张的，然后讲我这个有念唔对无？我这个有念唔对。你刚刚是因为迄个老师们。自由自在，充满人情味，这是我对这的记忆。嘛是我介意这个所在的原因。人生百款，逐工拢有足侪故事在发生。有的会当写作一首诗，有的会当做成料理，有的会当创作出一首歌，拢会当变做你家己的记忆。即马对我做伙感觉，找到你介意的音乐气味，海味61号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海味61号，我是爱听团的 Ralph。今仔日我来到这，其实我嘛唔知影这是啥物所在，因为迄路拢看拢共款。因为有一团甲我约去这，毋过互我找无路要哪行，我阁唔知因即马伫倒位。我甲恁讲，因真正有够强的，毋是淡薄仔强尔。我敢若看到因安尼。哦，我讲迄门是红色的，我来遐看卖啊，应该是已经吧。哎呀，哇，加分哦。这个真是神秘的所在，这到底是我拄仔伫遐找无，因为厝拢生啊拢共款，知？这是阮第二个厝，第二个厝，第二个家就对啊。对。哦，谁来讲是第二个家啊？因为阮之前来遮住1个月，我恁来遮住1个月。因为来。开玩笑。公生球，30天，但是有20天，拢落雨，拢落大雨。哦，算讲在遐训练团对啊。对啊。这肯定。听讲恁拢是迄落进前就是伫大学的时阵，拢是迄种艺大社的嘛，对吧？对啊。淡江大学。淡江大学。7年。对，7年哦。对，迄时阵阮就是咧吉他社啊。算音乐，算音乐，对啊，阮感觉真欢喜，真快乐，真欢喜，真快乐。所以阮出社会了后，阮就持续咧玩的。对哦，恁的台语安尼，恁哪会想到讲要去用台语来创作？因为阮大学的时阵，大学的时阵，阮拢是拼团仔，就是讲阮拢爱听团就对啊啦。对，阮会去各大乐团有上侪唱台语歌的。对，切子弹，灭火器，加董事长，加美秀集团，陈建伟，
阮因拢是唱拢唱台语台语歌，对对对。伊啊我台语讲了真慢，我会听无。免你讲，当时伊的台语，免你讲。你即摆会听有啊？真实的台语。啊，你写歌的过程中间，敢有你拄着什么困难？哦，就这，因为你要甲华语甲翻做台语啦，迄词爱写了做对，嘛爱写了做水的。对，嘿，啊就是先用国语的逻辑嘿，去循环，嘿，循环去写，啊写了我会互伊看，嘿，然后伊会去找台语要安怎讲，我写了通常拢就感觉精彩，就哇这安尼写就水，啊但是互大家看，因拢会讲台语无人会安尼讲，无人安尼讲，对，有时阵我会去听别人的台语歌，嘿，啊看伊写啥物歌词，啥物歌词啊，等下头。算讲听因的歌，然后听因的歌词，啊，然后你就摕过来甲取用甲摕过来用对。对。我有听到恁的一首歌，有甲恁平常时你看的红仔册甲拍的电动的迄种角色甲写入去内底。阮有一条歌叫做《给我钱》，啊，伊有一个，互我钱，互我钱，伊有一个第二个名叫做小子，小子，对，小子啊，小子，这个名就是我上介意的红仔册，叫做《海贼王》里面的一个角色，对，啊，我看海贼王的时阵，我就觉得有足侪想法，还有灵感，对，啊，我就用这个角色，甲我的人生甲生活，一寡心情，还是讲你的一寡感想，甲写入内底对吧？对，啊，来融合这样子。哦。昨日话迄天，我甲你做伙看电影，饮料包年花四流十四听，看到目屎流，才知影阮拢是演员，阮来做一出好戏，互因看。电影看了，阮要行。我牵你的手，你豆豆啊讲你无法度行。电影搁要继续播，你讲你留伫遐，我要继续行，我要继续行去倒位啊？要安怎行？哪会无人来救我？哪会无人来喊卡？电影搁要继续播，你永远留伫遐，我今嘛伫这伴着月亮的思念，思念你啊，上美丽的电影，甲我上爱的人，撒哟那拉。是上爱过的两个人，也是一座桥分开你甲我。电影看了，阮
无人来喊卡，电影搁要继续播，你永远留伫遐，我今仔伫这播着月亮的思念，思念你啊，上美丽的电影，甲我最爱的人，撒哟那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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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为怎样我今仔伫这？我无想过你会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我也袂准备好，要怎样对你讲？撒哟那拉，撒哟那拉。撒哟那拉，撒哟那拉，撒哟那拉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对，这物件袂歹食的，所以恁来遮住30天，逐工拢食这里切草。我的那个经纪人会煮，真的中本好啊，所以恁这样住遮住迄段时间，所以平时你嘛对恁伫住咧遮。对，啊，恁啥那要决定讲要来做这个 long stay 训练团？咱头家后尾 idea，后尾 idea，啊，恁敢无讨论讲啊，这个所在敢好？哦，想要住较好诶，啊，毋过无法度，时差惊过会去吵着别人，哦，所以爱找一个较无人的边所在。边啊无啥人，问题这边啊拢人女啊，伊较远，离较远我啊，嘿厝边卖住较晚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恁来到遮，恁就无伫遮规工拍电脑，无，完全无。所以逐工拢做认真的去拍拼伫练团就对了。啊，暗时阮有看几看点啊，那个阿切，像我听恁的歌，甲恁讲话在差势。网络顶头还是有人讲我的歌，你讲了毋对啊，对，啊我就有，等下，啥物讲了毋对？你敢呢？气象、香气，你讲的香气，哦，因为伊看有人嘛是写安尼，想讲敢若会使。对咧写会使了对吧？对啊对咧写了对吧？因为我正常平常时大家拢讲会讲气象，嘿嘿嘿嘿。所以迄当时阮就挣扎的。所以迄条歌迄当就是上拢做好啊，做好啊，已经已经发出来，发出来。无啥物差啦，大家拢是伫错误内底伫学习的，对无？啊，迄也毋是讲你家己调工写毋对的，因为啊你著台语真正就无甲人熬啊。要过你做用功去写你的歌词，你会去看足侪物件，去讲看台语的歌词怎样写，我感觉这个精神是会使的。好咧。多谢。啊，无则食了者，我感觉咱嘛爱出来行行者，即马这个时阵，好啊，就算是天气袂歹。你敢知？敢知我离开的批藏伫倒位？你敢知？敢知我为何要行到你身边？你敢知？敢知我所有的理想拢成空？你敢知？敢知迄个所在到底有偌水？哦，爱爱好，你敢知我的忧愁
但是我知你一定会温柔的说来揽着我。一定会温柔的说来揽着我。我想要问恁问啊，因为恁到即马已经出2张专辑了嘛，对无？对。所以第1张甲第2张的专辑安尼风格来讲，甲曲风来讲是有无共嘛？啊，无共是安怎讲？恁会决定讲要做较无共款的改变安尼？第1张是大学的时阵的创作，拢放伫内底。拢放在第1张嘛？对，所以第1张亲像咱的名片。嘿，咩事就对啊。对，嘿。啊，第2张就是阮出社会了后，阮的心情，对，嘿，所以自然有一点仔无共。不过听恁的演出拢真快活呢。哦，对，真爽呢。爽。对啊，因为你拢，我看恁的演出来拢无照规矩啦，想要创啥。我之前少年人真正足强的呢，足侪少年人足爱听恁的歌，啊，拢会留一寡话，互恁看。啊，若是讲有一寡，不管恁做了较安怎好嘛，是讲写一寡较无好听的话。恁家己会去安怎看这个状况？一开始心情嘛是有会受影响。我感觉恁应该看作是一种刺激。不管别人安怎讲，阮就是做阮的，对，家己代志做好，家己恁要做音乐做好，家己听会得过，咱再来发出来，互大家来欣赏，来互大家听，对无？而且恁个乐团的名，我才想几部芒果酱台语到地名念，尾后我看到，恁有英文的 Mango Jump， 对，无错，听恁的音乐真正
大卡拢会伫遐跳，伫咧 jump。嘛是一种谐音梗。芒果酱来甲支持，因为因的音乐啊，佮因的现场的演出，互大家听了会感觉拢足欢喜。哦爱，什么是爱？你看我的眼神哪这呢可爱？也是讲你的心亲像大海，我也会甘愿为了你晕船。我爱，什么是爱？你看我的眼神敢有一丝丝爱？就想要在一个花花世界，带你去一个温暖的所在。Oh now I just want hold you tight. Oh baby don't cry. I miss you in this rainy night. I'll show you the best in my mind. Let's dance in the night. I'll sing a song for you. The love in my eye. 我爱有你的钟爱，我对你的感情我讲不出来。在一个风风雨雨的世界，你敢会嫌弃我骑乌托邦？我爱有我的未来，我对你的感情我要讲出来。在一个风风雨雨的世界，我永远伫这等你了解。我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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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。哦爱，什么是爱？你看我的眼神有一丝悲哀，就想要在一个混乱世界，做你的心中安心的所在。Oh now I just want hold you tight. Oh baby don't cry. I miss you in this rainy night. I'll show you the best in my mind. Let's dance in the night. I'll write a poem for you. The love in my eye. 我爱有你的钟爱，我对你的感情我讲不出来。在一个风风雨雨的世界，你敢会嫌弃我骑乌托邦？我爱有我的未来，我对你的感情我要讲出来。在一个吵吵闹闹的时代，请你徛伫这，伫这听我讲，我喜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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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爱，什么是爱？我对你的感情敢会当叫做爱？也是有一天你想要了解，我永远伫海味60号等你的爱。我爱。今仔有一组乐团，甲我约伫遮附近的一间乐器行，咱们来去问因是安怎，甲即几年才开始组团。嗨，哦，恁伫遮哦。会约去遮是因为有啥物人，还是讲啥物原因会来约咧遮？我高中的时阵来遮学琴，嘿学贝斯，学贝斯，嘿，然后后来的毕业伫遮了后，打工，搁来遮打工，坐伫咧柜台安尼。然后恁遮的人就拢，互你约来遮练团啊，就对哇。因为我就甲迄个阮老师就是头家甲拗讲，我耍一个团，啊你练团的时阵爱耍做俗的哦。哦，所以这算讲是上重要的原因嘛。对，哎对，较离变对啊。安尼我想要好奇哦，因为恁即马有6个团员，对，当初是恁是安怎熟悉的，然后是安怎去甲做伙？
一开始是郑杰甲庭伟先熟悉，都有一个空档，因都先想讲要写一寡台语的物件。啊，较特殊是后来就找到拍鼓的甲贝斯手了后。阮就伫一个真奇怪的所在熟悉。真奇怪的所在是偌奇怪的所在。就是呢，迄当阵啊，因为我伫研究所主要研究是身边的戏曲。迄当阵因为咧厝里照顾阮妈妈，无人会使讨论，所以阮学姐就讲有一个交友的 app。面顶拢足奇怪的人伫里面，我有想讲，我去了解看卖仔咧，内底是毋是足侪奇怪的人？后来伊就讲，阮是一个新兴的台语创作乐团。你有想要听阮的歌无？我有想讲，无就听看卖仔咧。旋律是真好听，但是迄歌词。写啊哩哩啦啦。好，我编曲的部分你无问题。嘿，就是迄词是词的部分。我讲无我改看卖咧，好啦。哦。伊讲你是做啥？我讲我有写一寡书，我有得文学奖安尼啦。哦。我试试看啦，嘿。我试看卖咧，结果改。自头改到尾了，就规首歌都写。我企图无甲来好哦，你讲写好啊，写好啊，结果迄个词拢写甲哩哩啦啦。听恁的歌，有听到就讲恁内底有放一寡戏剧的一寡元素，有放到迄落弦仔入面嘛，对无？我要想讲恁放这两个元素入面，你进前恁家己敢有够小讨论一下？主要是写完迄第一首了后，我有想讲我有听到迄新劇白马，迄是国语，然後參歌戲伫內底，是安怎袂變怪？哦，哪會無人去試看覓仔咧變怪是安怎？是要安怎去寫？我有講我試看覓，我寫完，然後甲因講這個故事是安怎，這首歌的故事是安怎。然后就请因去写后面的迄旋律，团名是安怎好的啊？这个故事就是我会带你去看一个所在，咱就行10步10步。10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真正10步。芒花。芒花。阮团要录节的时阵咧想团名。我头看到这个海报，就想讲芒花。啥无爱叫泽泽？因为唔知迄意思要安怎甲人介绍。
一个世代一百来的无意义，也无风送远行跑对年代。这一夜三更夜，拍打草铺的过去搁一摆，感谢风吹过，吹散粉丝，粉丝也从风流连目屎。紧斗一场，你后你去的面中心脱困，这你袂记你去呢，纯白过一摆，记着你我的过去，从中记载，行到1949的月台，来去全是无来。800年了，更加你，当一个人爱。伊讲这是历史百态，泪流也是爱甲死去活来呀，骨骸乌衰，骨气期待。1949的时阵，无人知，就亲像布老师讲了无偌久，布太太对伊对调调。如果我有听到谚语讲，你会讲故事互因听。像迄《牡丹亭》，我甲因讲，迄故事是安怎？啊，反衬伫我的歌内底。哦，你写歌是足紧的，一条就写一条的，我拢袂负责的啊。哦，你个强袂负责了。我先写开顿，啊，伊若搁完成一条的时阵，我有讲安尼，我搁补3条。我感觉你敢若是因的迄个老师啊。第一届演出的时阵，主唱足紧张的，我讲我即个有念唔对无？我即个有念唔对无？安尼袂歹呢，伊都会甲你确定讲，哦，即马这词安尼，若要唱要安怎唱，因袂发对啊，毋对安尼。嘿嘿嘿。所来就恁要安怎解决迄个明星的问题啊？因为练团练到来一定有腹肚枵嘛，对无？所以，阮伫练团练到一半的时阵，我一定会先讨论讲等要食啥，因为安尼好。后半场的练团时阵，感觉讲哦，足有动力。安尼我想要了解一下，讲恁拢去食啥？安尼咱就直接带你来食就好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咱来。
行吧。行。所以啊，恁练团了后，拢会来遮笑一下，嘿，叫遮物件来食。对对。咱能开始食无？哦，开始，我已经冻袂掉啊。讲啊，好无？恁敢捌有讨论了袂顺车，就是讲会去叮打着啊？有的时阵是旋律甲音无共款，可能会念开袂顺，会互相去沟通者。伊若会用说服我，说服你啊？还是我说服伊。咱无讲重点就是讲恁爱有一个共识，对无？哦。回忆约袂开着冷气。去倒位，咱拢无一个通喘开的所在，一切早就注定，在心受着祝福伊，就菜也好伊，伊行伫袂回头的路上。结束，咱拢无一个通休困的所在，一切拢是被你名是要受情，不茫予伊怨恨也好伊，妈妈叫伊转去，不够伊来擦过。组团较紧嘛，就是应该有参加一寡
比赛是活动啊，甚至讲，比如讲，恁敢有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啊？讲来，互恁个较有印象的代志。阮旧年有互人邀请去讲甲表演。互恁讲。阮是做伙去比赛。啊，去这个比赛啊，互人邀请去比赛。哦，邀请去比赛啊？对。啊，阮是台湾跟他阮去啊，其他的拢是香港的团安尼。哦。所以啊，恁遐唱台语歌。对，唱互因听对。唱互因听啊，怎个？你拢听无？听无，怎个我感觉迄编曲应该大家都感觉较无共，都做稀奇的对啊。应该有吧。我感觉应该会听到感觉新鲜的，像讲会放一个弦仔伫内底安尼。嘿。其实阮有收到，就是迄天的观众，因就是有去阮的 IG 讲，虽然因听无，啊，毋过伊介意阮的音乐，所以就敢拢欢喜的。真正爱处理外口，所以也要看者，对，看啥物活动，无共的人，然后因耍的音乐。恁家己去讨论讲，恁未来恁要变成啥物款的乐团安尼，还是讲你有一个方向咧行安尼？其实阮一开始的方向，就是想要参加台湾原创。就爱台语歌的，但是无得机会，安尼阮做起来，做咱一直想要去做的代志安尼。哦。这个目标吗？洗泥，口号，温暖的口号。洗泥难面沙泥，原创，泥大杠。今摆第几年啊？哪年哦？听哦，到。IB 61號嘅觀眾朋友，恁一定愛守落來，因5年要到，因嘅目標要到，所以你就愛甲因鬥支持，來互因來甲伊鬥送，互因會當達成這個5年來因要做迄個目標。哦，今仔非常歡喜恁來到IB 61號，多謝網花嘅各位，好，謝謝。謝謝。相信咱青翠过去，但伊搁再提起。山甲海拢是你。感觉会徛伫遐等伊，船只会靠岸，山夹袂离河边。啊
Mango Jump 甲梦幻这两团的音乐，虽然讲风格是完全拢无共款，也毋过听到因的音乐，你就会听到因的梦想，凡说嘛会听到你家己心内想要去的方向甲梦想。